一個人每日得24個鐘，點樣先可以突圍而出？無論睇成功人士自傳定係成功法則 post， 都唔難發現一條定律：要成功取決於你有冇瞓過好覺。好似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 每日要瞓夠7個鐘，平均12點就上床瞓，朝早7點起身，飲杯咖啡就出門做嘢，之後仲開始注意睡眠品質，追蹤住自己嘅瞓覺狀況。而 Apple 執行長 Tim Cook 就極度自律，一日瞓足7個鐘，不過瞓嘅時間點都好關鍵。佢夜晚9點半就準時上床休息，每朝天未光4點半就會起身。股神巴菲特都係一個愛瞓之人。我好中意瞓覺，通常一晚都會瞓夠8個鐘㗎。佢每日10點9開始休息，朝早6點9就起身。亞馬遜創辦人 Jeff Bezos 就係一個早睡早起嘅人，確保自己每日瞓足8個鐘之餘，仲好識運用時間。朝早會抽時間同小朋友睇報紙，去到10點就開會做嘢，將所有需要高度集中力嘅會都安排喺朝早。5點後就做啲輕鬆嘅事。生物科技企業家 Brian Johnson 亦都嚴格監控自己嘅睡眠質素，每日預留至少7至9個鐘瞓，而且成日達到滿分睡眠分數。佢認為高品質嘅睡眠就似一場夜間修復工程，為你提供第二日最佳嘅體能同精神狀態。